嘎发还是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。有没有开开心心的跟我学客家话呢？第一句话，你是高凌风哎，我认识你哎。你黑高凌风，我识你哟。我就是我，识就是我认识的意思。我识你哟，我认识你哟。啊，没想到高凌风说我也认识你耶，你是教客家话的徐薇老师哎。我没识你，我没就是也的意思。我没识你，我也认识你耶。你黑高哈发。高就是教的意思，客家我现在说的就是客家客家话。你黑搞客家嘅启维欣赏，欣赏就是客家话的老师，欣赏欣赏，对了。然后呢，我懂好看你下嘅书哦，我懂好就是很喜好很喜欢，看就是看。你下这是写字的意思，下给书哦，我很喜欢看你写的书哦。我懂好看你下给书哦，真的真的吗？真的，暗自 say 会了吧？哎，我们现在就来请高凌风示范演出哦。你黑高凌风来胜你哦。係美食你，你係搞客家嘅。启维欣赏哦，我懂好看你下给书哦。真的，暗自说。下次大家看到我可以说什么呢？你嘿搞客家嘅启维欣赏，太棒了！暗自说，拜拜。